喺錦繡花園住咗好多年喎，今次舊屋翻新嘅全屋定製，我揾咗間老字號公司喎。今日完工啦，順便分享一下，一齊睇下呢間公司嘅做工點樣。首先係電視櫃啦，今次電視櫃呢就比較簡單啲，用咗個背景牆同埋隔山條點綴。咁展示櫃呢，我哋去咗門板嘅，主要唔想做得太複雜。咁客廳呢，我比較中意嘅係呢兩個酒櫃，因為可以用嚟擺我自己中意嘅酒啦，同時又可以擺翻小朋友中意嘅收藏當展示櫃用。你睇幾得意。嚟到呢個餐邊櫃，成個設計睇落好方便。首先就係收納，主要係夠大，咁平時嘅生活用品啊，全部都可以收納起身。仲有雪櫃預留位，我都係將佢嘅設計擺喺餐廳呢個位置。咁攞嘢飲呢又好就手喎。咁廚房呢都冇乜特別嘅，一個 L 型嘅地櫃加上一個吊櫃，唯一唔同嘅地方就係冇浪費呢面牆，設計咗一個滿牆嘅櫥櫃。總之屋企所有嘅碗碗碟碟絕對夠晒位擺啦。咁而家一齊去房間睇下啦，大家可以見到一個展示櫃，呢個係專登幫小朋友設計嘅，最主要係用嚟收藏自己中意嘅擺件，都算係一個自己嘅小天地啦。先埋嚟細房睇下，呢個係一個女房嚟嘅，用咗個油壓床打底，因為女仔用呢，我就做翻咗個梳妝台啦，仲有一個到底嘅衣櫃啦，基本上都可以滿足日常嘅需求。咁嚟到第二間房啦，係做咗個上下床嘅，因為喺香港呢，我覺得上下床實用性高啲咯。呢間房我覺得特別嘅設計呢，就係呢個到底嘅衣櫃連書台啦，可以收納小朋友嘅衫啊，同埋又可以利用呢個書台去溫書學習，一舉兩得咯。最後就係主人房啦，咁一個係較大嘅油壓床啦，因為佢實用性大，而且方便收納啲大嘅物品啊，好似床褥咁樣。咁仲有一個滿牆嘅衣櫃，呢個大衣櫃呢，完全足夠收納自己嘅衫。當然作為女人嘅最愛啦，床頭可以設計翻一個梳妝台係一定要嘅。間房大致上就係咁啦。咁總體嚟講呢，呢間公司嘅做工我個人係比較滿意嘅。如果有需要嘅朋友，我都可以推薦俾大家。間公司叫冠品啦。如果想做家私嘅話，咁你哋可以去聯繫佢哋嘅。